我来讲，2002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那一年呢，因为是整理我爸的诗文集，罗浪诗文集，故说呢，就会受到我爸的40多项的一种造访吧，分享啊哈，让我的自家的母语，韩国依照童年从客家庄所有经过的青岛的生活的亲神奇的事情，也是特殊的事情，全部就很像的哈。故说呢，讲的这个文化 DNA 就本各样事就分享。那故说就开始就像打开个水头水一样的，安尼哔哔啵啵就开始不断的用自家的母语来写歌的。我想就喺2002年开始，就喺送开安尼个老自家嘅母语文化嘅一个题目，就开始亚山题目送开以后呢，就看到客家话、客家言的世界，甚至呢老自家嘅生命的一种根源完全的就接续上了故说报名呢也按多年就希望讲从自家嘅母语一个部分，也是讲客家文化也一个部分来去清楚客家多的元素，甚至呢，我想做一个创作者庆祝夜会就会一作品老自家嘅生命的一种连接的关系，一种关系是严的一深刻，我想也创作的歌的也同样就会一深刻。大家好，我是罗思荣。11月28号，从高雄的美丽岛捷运站嗰度里，由我嘅母语台湾嘅歌流行音乐会，欢迎大家共下来听歌嘅哦。